萬個為什麼大家冇睇過都有聽過啦吓。10萬個冷笑話，你又知唔知係乜嘢呢？呢套作品漫畫發展到動畫，由大陸紅到台灣啊，角色同埋題材咧一樣惡搞兼抵死嘅。最近咧仲推出埋港版手機 game， 專登揾嚟一班行內人同埋高登巴斯打幫手咧做廣東話配音，睇得明而且仲聽得明嘅手機 game 真係好少見噶啦。10萬個冷笑話遊戲版繼承原著嘅惡搞風格，裏邊咧大家可以見翻一眾嘅搞鬼角色，例如被設定成100%被兇手入白印嘅哪吒老豆李靖，同埋極之唔擅長改名，曾經由周杰倫做配音嘅太乙真人等等。遊戲玩法咧就屬於回合制形式，儲夠氣咧都可以使用出必殺技嘅，非常之容易上手啊！除咗由高登巴斯打聲音導航帶嚟無限笑料之外啊，遊戲仲引入咗腐皮彈幕系統，玩家咧升到8級之後就可以將你嘅心聲以腐皮形式喺畫面上面呈現，打交嘅同時咧又可以同其他玩家交流下心得。另外咧仲有大量充滿本土特色嘅潮文金句啊！自問係高登仔嘅你，一定知道晒啲潮文出處啦，係咪？頭先我幫你搞掂咗嗰隻頹過毒 L 嘅